好，开始。你好棒！结束了，结束哈，喊家，准备。你不知道跳吗？快点，快点，跳给妈妈看，快点！耶！跳，三度跳，跳。你试嘛个？木瓜。有挂，嘿，很厉害。韩凤琪银条舞，今天生日很开心，对不对？马上上的魔术店，很大的。这一口就可以跳喽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唔讲话。你讲会电视剧很好吃啦。好吧。寿星要睡觉喽。跳下改屁哦，嘿，可以，嘿，改屁，好，睡睡。冲左红嘞，妈妈盖盖， 6点是红葱妈，妈盖，妈妈第盖。一闹。好，你躺好。好。嘿嘿嘿。拿公车车，好，把这个爸爸放下。爸爸他就不用带了是吗？对啊，爸爸这是失宠了。拿公车车失宠，拿公车车失是宠，爸爸车。爸爸这是失宠。拿公车车失宠，拿公车车失宠，失宠好像市场哦。喜冲啊！失宠。很爱你的冰冰杯，对不对？变变屁。睡觉不能没有它哦。这是谁的蛋糕？爷爷为了蝴蝶，蝴蝶哦！哇哦！小城堡哎，我的天哪！哇！好，给你看一下。那说吗？哇！汪汪队，对，汪汪队，汪汪队做的，汪汪队做的哦。对，汪汪队汪哦。汪队做的蛋糕是吗？对啊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毛毛，第一个是毛毛啊，不是这个嘞。这个是什么？小丽，啊，阿奇，对，还有妈妈提示当一块的哎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这是许愿，妈妈帮上许。好，希望晨晨平平安安、健康长大。好，哟。还有呢？然后希望祥成可以照顾未来的弟弟妹妹。好，很棒然后哦。最后一个要讲出来吗？不用啊。好， OK，好吹吹蜡蜡烛烛。耶！生日快！是呢，好，生日快乐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巧克力，哇，还有小城堡的这个盾牌耶，酷嘞。舍不得切哦。红红，很的，先吃旁边好了。好，舍不得切它的头。真的不能碰哦，我们让爸爸弄给你吃啊。哇哦，好赞哦，还有水蜜桃哎，对不对？水蜜桃，对，好，先不要碰哦，嘿，先不要碰哦。水蜜桃，水蜜桃，就这样了。冰好冰冰冰好冰，盖轮够。
把它弄小块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到底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长大了。来布丁。你家吃不掉，以后什么都会不吃。喂，弟姐姐也想吃耶，可以吗？要给 Kiki 姐姐吃吗？她可以吃你的蛋糕吗？不要。Kiki 你没办法吃呢。来又来吃饭，7、8碗啊8。晨晨，生日快！在吃东西呀、生日快乐，公安谁上？边哭边喊生日快乐。好啦，蛋糕先收起来好不好？妈妈来，生日快乐！好啦，没关系啦哈，下一餐再吃。啊，生日快乐！哦，生日快乐要哭哭啊！啊，没关系啊。这是什么？好大，打开。好，我们到生日外面。快乐啦！生日礼物，哎，上一礼物。打开。哦，惊喜，是什么嘞？猜猜看。惊喜，惊喜惊喜，你怎么知道是惊喜呀？是什么惊喜嘞？这个好，那打开喽。好。好， Let's go！ 锵锵！哇！没错，你有说什么吗？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谢谢。好，打开，来打开哟，打开了哟。打开。好。你没有谢谢爸爸妈妈。谢谢妈妈。大花钻！啊，爸爸有得煮了。哇！也太多东西了吧！哇哩嘞！哇，你会煮吗？让爸爸煮吗？爸爸煮。爸爸煮哦，好，哇，煮到昏掉哦。谢谢妈妈。谢谢妈妈，谢谢爸爸。搞开。好，爸爸帮你弄，爸爸帮你弄。够了。哎，它有防呆啊，很好，什么是防呆？就是不会让你煮错。这个防呆。对啊，防呆机就制。换来。哦呦，也太快了吧！这真等一下啦，我爸爸压力很大呢。等一下，爸爸在帮你用了。爸爸压力很大呢。太好了，你先有点耐心好不好？爱心。耐心，要有耐心好不好？头旗的个性不会成功啦，耐心。成功了。还没。你是不是O型？真假？你手还在洗好了。厉害。厉害了。厉害！煮好了。煮好了吗？好了。很忙啊，还有那么多东西呢。对啊，我们爸先帮你洗屁屁好不好？洗屁屁啊，洗屁屁完，洗完洗屁屁洗完就可以玩了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好多台哦！太多了吧，我的天哪！哇，塞车！哇，还有个火车哦！太恐怖了吧！熊豆嘞！